我叫阿 Rex 曹星如，今年26歲。我接觸咗拳擊有10年，而家係一個職業嘅拳擊手。當初接觸拳擊係因為我屋企人都係打拳嘅，我阿爸同埋我阿哥都係業餘拳擊嘅冠軍嚟嘅，咁所以我好細個就已經開始接觸拳擊。其實喺最開頭嘅時候，我就會覺得呢個運動咧得唔得咧？即係自己都冇乜信心，冇乜把握。咁但係我覺得，咁如果唔趁後生嘅時候去搏嘅話，咁去到老咗你想搏，你有錢啦，你想去再做翻呢樣嘢嘅時候，你嘅身體都未必可以接受到。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就算冇錢嘅話，我付出過，我行過呢條路，我係值得嘅。